有一款物质叫做 PFAS， 有防水耐烧的特性，会用伫咧化妆品、食物的包装等等。毋过嘛是一款会维持真久的污染物，部分更有致癌的风险。所以卫福部食药署今仔日是宣布，对明年开始，化妆品全面禁用 PFAS 这款物质，违规上当会当罚到500万。具有抗垃圾、防破水、耐裂这特性 ，PFAS 全佛多氟烷基物质应用伫各种产品。包含化妆品、食品包材等等，有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部已经公告甲预告，禁含超过500种。卫福部食药署宣布，对明年元旦开始，13种的 PFAS 伫化妆品禁用。违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PFAS 其中的2种，全氟辛酸甲全氟辛烷磺酸，被认定是有着感的风险。伫国内是毋是存在食品内底呢？食药署分别伫18甲112年检验过232件样品，发现数值瓦群背景值无明显的各样。所以也拍算对着食品的包材是毋是养出这个问题来进行实验。会不会里面有一些成分迁移出来，跟食品接触的时候会污染到我们的食品？我们食品里面法规有一个叫溶出试验，那我们都会持续监测。对着这 PFAS 是毋是存在伫环境内底？环境部109年开始调查伫全台30几条河川的鱼类，甲河底的蓝土霉显示数字并无偏悬，要逐年下降的情形。为了确保民众健康，也是公告甲预告部分种类禁含用，因为伊是真歹分解的化学物质。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分解的化学物质，所以它会借由在环境流布里面可能就是食物链饮用水这些会进到我们的身体，它不容易排出，所以它会有累积效果。环境部也为此要来修正饮用水水质的标准，强制立管 PFAS。化学署讲 ，PFAS 种类有上万种，即阵国际上针对流感风险较悬的种类来进行研究，其他的种类是爱来继续监控。记者综合报道。